请善待奴婢的家人。平儿是死在奴才的手里。平儿不是死在你的手里，她是死在了索尔纳的手里。索尔纳又害死了一条人命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平儿的后事跟家人，你可以破格优抚。还有，你现在就去把实情告诉兰贵妃和贤妃，让他们都回宫去吧。这，把索尔纳给朕叫来。朕要废了他。平儿上吊自尽了。也都怪那皇后娘娘，平时积威太甚，所以让平儿说出真话，都不相信能够逃得过皇后娘娘的黑手，选择了自尽。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贵妃娘娘受惊了。现在时辰已晚，万岁爷让贵妃娘娘回宫歇息。刘公公既然审出了真话，使本宫得以洗脱罪名，本宫十分感谢公公。这件事情，公公可谓是劳苦功高，本宫记在心里。往后本宫一定会对公公敬重有加，厚待公公。奴才谢贵妃娘娘，奴才一定尽心竭力，好好的服侍贵妃娘娘。好了，那本宫先走了。恭送贵妃娘娘。兰贵妃，你成功了。你为了皇后之位审时借势，设局除了索尔纳。索尔纳不配为后，活该完蛋。但你若立为皇后，怕更绝非是皇上后宫之福啊！你设的局太深了，这个平儿，怕也是你局中一子吧？索尔纳，朕告诉你，平儿已经自尽。如今又害了一条人命。平儿死了，她自尽了。他死了活该，他出卖自己的主子便该死，他就是今日不死，本宫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个吃里扒外的平儿，一个下贱的奴婢，本宫真该将他活埋了才痛快。本宫明白了，他是因为出卖了本宫羞愧而死，活该，活该，他真是活该！索尔纳，你说，你还做过哪些坏事？还害过哪些人？还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你说！皇上，本宫做的坏事可多了，后宫所有可怕吓人的事都是本宫做的。皇上知道果真为何会小产吗？果真并非是因为风寒闹肚子将孩子弄没了，而是因为那几只毒蝴蝶。那几只毒蝴蝶是臣妾一手做出来的。皇上，你觉得够精彩、够玄妙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毒蝴蝶？看来皇上还不知道啊。皇上真可怜啊。那蝴蝶案，刘公公一定知道，就让刘公公告诉你吧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索尔纳说的什么意思？
万岁爷，苏尔纳的后位怕是保不住了。这个董小宛一进后宫便搅得天翻地覆。姑姑，这件事情恐怕不能怪董小宛吧？怎么不能怪他？若没有董小宛，便没有今天晚上的事。灵珠皇后。索尔纳，这要废了你，这一定要废了你！你废吧，废吧，你废吧，废吧！我知道你一直想废掉我这个皇后令令新后。自大婚那日起，至今6年，这6年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从来没有。是灵珠赢了，灵珠要成为新后了。皇上，索尔纳诅咒这个新后。索尔纳还告诉你，若灵珠成为新后，他定会让你毛骨悚然，毛骨悚然的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传朕口谕，将索尔纳关进坤宁宫。从即日起，索尔纳不得踏出坤宁宫一步。没有朕的旨意，更不允许任何人去看望索尔纳。钦此。奴才领旨。皇娘，昨晚儿子沈清案由后，由于时辰太晚，就没有过来给皇娘请安，还望皇娘恕罪。皇娘，儿子废后心意已决，还望皇娘成全。成不成全，怕是都拦不住皇帝了。害得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，朕已经知道了。加上这一条，索尔纳都该被打入冷宫。这件事，皇帝怎么知道的？是索尔纳跟儿子说的，并且他自己也承认了。而后，儿子令刘光才说出了详情。额娘就怕你知道这件事会废后，可你还是知道了。不过索尔纳主动承认这件事，反倒让额娘觉得不一定是他做的。索尔纳身为皇后，一错再错很可恶，朕对她已经没有耐心了。皇帝冷静，没确凿证据之前，是不可以给索尔纳定罪的，应该查清楚真相。皇娘，你还在替索尔纳说话。儿子说过，单凭南院一事，索尔纳就该废。皇帝，你先不要激动。南院的事情，索尔纳犯了极大的过错，但在这事之前，他表现的都不错。他真的想让皇帝你满意呀。那都是他装出来的。皇娘，
他是为了让儿子提前恢复他的中宫监表装出来的。皇娘，您都没看出来吗？皇娘，儿子跟你说句实话，儿子现在看到他，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。所以，儿子恳请皇额娘同意废掉他。皇帝如此坚决，索尔纳又做了这种事，好，额娘就不再护着他了。皇帝要废他，就废吧。儿子谢皇娘成全。起来吧。皇帝，你下旨废后之后，需要尽快确立新后，而后宫中有资格被册封为后的，只有兰贵妃和荣贵妃。皇帝属意哪一个？灵珠和多纳，儿子考虑过。如果论聪慧才情，还有统领后宫的能力而言，灵珠胜多纳较多，所以儿子考虑册封兰贵妃为皇后。额娘同意皇帝的选择。册封兰贵妃为新后，对于缓和化解皇帝和议政会议的矛盾大有好处。这个，儿子还真没有想过。相反，灵珠的出身，还是儿子较为反感，甚至说比较敏感的地方。他可没有沾到他出身的光。皇帝心目中的人选与额娘一致，那就好了。而这个理由不需要理会。皇娘，今天晚上儿子想歇在南院，儿子想还是跟皇额娘通报一声比较好。苏娜，去外面守着，别让人进来。是。皇帝歇驾南院，额娘不可以阻止，但有件事，额娘想同皇帝商量。皇额娘，您请说。董小宛刚进宫，她和她随身的侍女对宫中的礼仪甚为生疏。额娘身边有个侍女叫婉儿，熟知宫中礼仪。额娘想让婉儿去南院服侍董小宛，同时在礼仪方面给予提醒指点。礼仪之事，可否让刘光才派人指点？再说了，这净室房不是有专人的？不必，便让婉儿去吧。不错，南院的情形，婉儿会向额娘禀报，皇帝不需要为此感到不悦。董小宛进宫已引发复杂紧张的局面，额娘必须清楚南院的情况，以防不测。这个就算是额娘同意让董小宛留在宫中的一个前提。好，那就让婉儿去吧。比如今晚，皇帝要宠幸董小宛，那董小宛就有怀上龙种的危险，而这个危险是万万不能发生的。所以婉儿会在皇帝入寝前服侍皇帝喝一碗金太医研制的汤药，这个汤药不会伤害皇帝的身子，但是可以确保董小宛绝对怀不上皇帝的龙种。皇娘，儿子之前宠幸其他嫔妃的时候，你也是让儿子喝金太医熬的汤药，但这些药呢，是助生助育的，您恨不得每个嫔妃都怀上儿子的龙种。可儿子不太明白，这现在到了董小宛这儿，怎么这药就要反着喝呢？事关朝廷安危，事关皇帝的地位，额娘不得不帮皇帝把把关。这件事，皇帝绝对不可以任意妄为，或是糊弄额娘。额娘一片良苦用心，盼皇帝能深切理解，千万别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皇娘，您放心，儿子绝不会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奴才见过董主子。刘公公，快起来吧。谢董主子。董主子，这是太后身边的侍女婉儿。董主子，婉儿精通宫中礼仪，太后把她叫来服侍您，顺便给您讲一些宫中礼仪。太后娘娘把婉儿叫来伺候您，那是太后娘娘对您的恩赏。奴婢见过董主子。婉儿姑娘果然落落大方，长得也十分俊俏美丽。刘公公，小婉不能面见太后娘娘，所以小婉请刘公公代小婉向太后娘娘谢恩。那往后婉儿和扣扣就是董主子的随身侍女了。婉儿姑娘，我和扣扣是刚进宫，有很多规矩都还不懂，以后你可以随时指点。奴婢哪敢指点主子，奴婢不过是领太后娘娘令，过来好好服侍董主子的。婉儿姑娘，总之，以后要辛苦你了。这是扣扣，以后你们便是姐妹了。扣扣，来，婉儿比你大几岁，你应该叫她姐姐。婉儿姐姐，扣扣妹妹。董主子，婉儿的事情，奴才就算交代完了。董主子，今晚皇上要歇驾南苑，董主子可知道？英格尔下午已经说过了。董主子，万岁爷很快就要驾到了，按照礼仪，您得香汤沐浴，恭候圣驾。好，那小婉这就沐浴去。董主子，迎接圣驾歇息时的沐浴，其仪式过程与平日又有讲究，请主子允许奴婢服侍主子禁浴。刘公公，小婉平时禁欲都是只有扣扣在场。董主子，婉儿说的对，董主子第一次迎接圣驾，用什么香汤浸浴，使什么香料上身，需要身子泡到几分酥软，这宫中都有极严格的规矩啊。好吧，那就让婉儿来吧。董主子，请。听说皇上今晚歇驾南苑，这董小婉还没进后宫，已经是最得宠的人了。妹妹和董小婉见过2次，倒是觉得这个董小婉确实有些与众不同，难怪皇上会那么喜爱她。妹妹呀，姐姐感到有些奇怪，这平日里你并不算胆大，可这次怎么竟敢有勇气去见董小婉，还同她认了姐妹？姐姐，妹妹同她认姐妹，那是皇上的意思，但是妹妹真正的姐姐只认你一个。皇上对你好，希望你同董小婉好，这个实属正常。可你要知道皇额娘的旨意啊，这后宫是皇额娘在管理，你就不怕皇额娘不再疼你，甚至厌恶憎恨于你吗？怕，妹妹这是怕得要命，但是妹妹又怕皇上会厌恶我，不再喜欢我，所以妹妹只能做一个选择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是啊，妹妹就是这样想的。只不过妹妹和董小婉见了之后，还真是感觉挺投缘的。姐姐，
你觉得皇后娘娘会被废黜吗？皇后这次应该是必废无疑了。兰贵妃当选新后，便也是毫无悬念。妹妹，你说这兰贵妃当选新后，我们的日子怕是要更难过了吧？姐姐不要怕，姐姐和妹妹是这后宫中最弱也最不争强的人了。就算这个新皇后再厉害，我想她应该也不会对我们下手吧。妹妹这话还真说到关节上了。皇上，请用汤。皇上，太后娘娘说，这汤能进补。万岁爷，请用它。万岁爷，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朕砸了多少个碗，就证明朕喝了多少次进补的药汤。朕砸碗的事情，你可以回去如实的禀报太后娘娘。万岁爷，奴才……婉儿，朕跟董主子谈话的时候，你给朕滚得远远的，听见了吗？皇上，奴婢明白，奴婢定会躲得远远的。都下去。这是。姐姐，这香味实在是太浓，弄得扣扣鼻子好难受。扣扣，你犯了2个错。我犯了2个错，哪2个啊？一，你身为奴婢，竟敢在主子面前打喷嚏，你这是不恭，是失礼。2，你竟敢叫主子姐姐，这后一个错比前一个错更大。婉儿姐姐，你不像是来服侍主子的，倒像是来监视主子的，来找茬的。董主子，扣扣他太放肆了，你必须教训他。婉儿，你刚来有所不知，扣扣和我是情同姐妹，是我让她叫我姐姐的。至于这打喷嚏，我们才进宫不久，扣扣还没学会控制不打喷嚏。这宫里的规矩实在是太多了，咱慢慢学好吗？是。扣扣，扶我起来吧。好。
小婉这样叫你，小婉觉得自己很幸福。我知道你现在一点都不幸福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最大的能力给你幸福。小婉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小婉现在才明白，在小婉去江阴的路上，皇上救下我，还一路保护我。还有怡清园、红旗父子闹事，他们来赔罪都是皇上刻意安排的。小婉，我好幸福，我的心跳得好快。小婉现在好像在梦里，皇上却在小婉眼前，是那么的真实。小婉很感谢黄公子，可是小婉怕要让黄公子失望了。小婉还是留在怡清园，过自食其力的日子吧。小婉，你好美，感谢上天把你给了我。小婉决定归齐了。真的决定归齐了啊？小婉，朕的心情难以言表。正好，现在江南总督鄂硕正在经述职，这样吧，你就归在鄂硕的门下吧。鄂硕是朕的人，他会听朕的。反正小婉都听皇上安排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在暗处进行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皇帝摔碗，哼，他火气真大呀！太后娘娘，碗是摔了，可皇上的药汤啊，认认真真的，一滴没剩，全喝了。行，他要摔就让他摔吧。刘光彩，奴才在。你通知御膳房，准备上几柜子好碗，让皇帝一个一个的去摔。太后娘娘还有心说笑，那奴才就放心了。小婉，朕要跟你说件事情。朕已经查明是皇后索尔娜命令兰贵妃对你用的刑。朕已经决定废掉索尔娜她的皇后之位。皇上真要为小婉挨打一事废除皇后？臣妾……哎，小婉，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不用自称臣妾。皇上黄公子对你是夫妻之情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不是一个君王，而是爱你至深的夫君。你明白吗？小婉明白，小婉只是刚才一时情急，所以才用了宫中的称呼。对了，朕要废除索尔娜的皇后位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果真妹妹来看小婉，她跟小婉说，皇上定要为小婉雪恨。这个时候果真还能与我们同心同德，朕真是颇感欣慰。索尔娜该废，小婉，你不用想那么多。皇上，小婉不知道皇后娘娘失德事宜有多严重，但小婉想废后事大，如果皇上因为小婉的事废了皇后，小婉心里会很不安的。大可没有这个必要。
这样废了索尔纳，不仅是要为你雪恨，还你公正，还因他的所作所为，已经不能母仪天下了。所以这样废了他，这是朕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再说，朕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皇额娘，让她同意废后，你真的没有必要想太多了。皇上是好不容易说服太后娘娘，也就是说，太后娘娘心里其实是不想废后的。索尔纳失德失仪，皇娘一清二楚，照规矩应该废了他。之所以皇娘还在犹豫不决，那是因为索尔纳是皇额娘亲哥哥的唯一女儿，她也是皇额娘唯一的亲侄女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太后娘娘心里一定十分难过，太后娘娘也不好向她哥哥交代呀。这件事情，你就不用想太多了。小婉，朕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没有你这档子事儿，当朕得知索尔纳的恶劣行为之后，也照样会废了他。皇上如果真要这么做，那皇上一定要好好安抚太后娘娘，让太后娘娘心里不要太难过了。朕废了索尔纳之后，必须要立刻另立新后。后宫的兰贵妃，朕觉得有能力胜任皇后之位，所以朕想立她为后。朕现在还不能给你名分，可是朕又不能让皇后的位子空在那里。其实，在朕的心目中，你早就是朕的皇后了，别的女人无法替代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你想多了，小婉从来没有想过名分之事，小婉只是刚才听皇上说要立兰贵妃为后，小婉感到有些震惊。皇上已开始宠幸这南院了，只怕这一宠幸啊，就宠个没完。宠个没完？这董小婉很快就得不到皇上的宠幸了。本宫册封以后，会设法让皇额娘出面制止这种宠幸。朝中大臣也绝对不会坐视皇上去宠爱一个汉人女子。董小婉的结局，最终是会被逐出宫去。唉，册封以前，绝对不可以出任何的疏漏。妹妹明白。小婉是个唱戏之人，平日里读人心术也是小婉分内功课，小婉看人还是准的。那日在南院，小婉和兰贵妃娘娘是眼对眼、面对面较量过的。小婉觉得那个灵珠是小婉见过最为凶险、最为狠毒的女人。她根本不是想和小婉结什么姐妹，小婉倒觉得她是真心想赶小婉出宫啊。原来你是这么看待兰贵妃的。皇上，小婉才进宫不久，对任何人都没有成见，小婉只是凭感觉来判断。像果真妹妹，小婉一见便觉得她十分活泼可爱，是一个纯良的人。灵珠赢了，灵珠要成为新后了。皇上，索尔纳诅咒这个新后。索尔纳还告诉你，灵珠若成为新后，他定会让你毛骨悚然，毛骨悚然的。
好漂亮啊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，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那既然姑娘喜欢，姑娘可否也送我一样东西？这样的话，等我回到京城，我可以时常看着她，想着你。也不知道送给黄公子什么东西好。这是我随身带的一颗发珠，就送给黄公子做个纪念吧。皇后娘娘，刘公公怎么来了？奴才是请皇后娘娘到慈宁宫问话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不该让平儿做假证，更不该与皇上大吵大闹。臣妾是上了兰贵妃的当，臣妾自知蠢笨至极。你知道自己蠢，总算有的救。如今皇上是恨死臣妾了，铁了心要废掉臣妾。臣妾犯了大过大错，无意辩解。只是皇额娘，臣妾心中有些委屈。臣妾是领了皇额娘的旨意，让众妃去助董小婉出宫的，谁知被兰贵妃设计陷害利用，将皇额娘交代的事情办砸了。臣妾对不起皇额娘，臣妾真想将自己打死算了。别打了，打给哪个看呢？索尔纳，你怀疑兰贵妃这件事，你不可以对皇上讲一个字。你没有任何证据，皇上是不会相信的，只会认为你是疯狗乱咬人，明白吗？臣妾知道，这件事臣妾只对刘公公一个人说过。臣妾只希望刘公公能够暗查兰贵妃，有朝一日能够洗刷臣妾的冤屈。臣妾还专门叮嘱过刘公公，千万莫将此事告诉皇额娘。谁知，你叮嘱刘光才是假的，你期望刘光才禀报或是额娘发现才是真的。你这点小心思，瞒得过额娘吗？原来皇额娘早已洞察了臣妾的小心思，臣妾还自作聪明，真是愚蠢。这件事，你有点愚蠢，不过也令额娘有些欣慰。如果你要像以前那样大吵大闹，一头撞墙，非要见额娘，额娘真的不会见你，甚至让皇帝直接下旨将你废掉算了。如今你懂得进退，懂得用心，说明你还有的救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道臣妾让皇额娘失望了。臣妾原本以为皇额娘会阻止皇上废后，给臣妾一个改过的机会，可是没想到皇额娘也不要我不认我了。
额娘没不要你，不认你，你是额娘的亲侄女，你阿玛就你一个女儿，额娘能不认你不要你吗？额娘告诉你，额娘不是没有阻止过皇帝，可皇帝万分震怒，又在礼上，额娘是不得已才点了头，但额娘也保住了你的妃位。臣妾不用皇额娘为臣妾保住妃位。如今臣妾被废，已无脸再待在宫中。臣妾希望皇额娘允许臣妾回到蒙古科尔沁草原陪伴阿玛。索尔纳，你先别想着回老家的事，你回到老家就有脸面吗？废后的事，额娘明天再跟皇帝谈谈，争取让皇帝改变心意。臣妾多谢皇额娘，若臣妾真的不被废后，以后臣妾再也不会让皇额娘失望，也不敢惹皇上生气了。